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Wing HK 電視潮玩教室。就嚟到農曆大年初一咯，我 Fanny 首先喺度恭祝大家嚟緊馬年馬到功成。除咗喺度同大家拜個早年之外咧，嚟緊一連兩集我都會同大家介紹一啲過年啱玩啱睇嘅好 Apps 㗎。就嚟新正頭啦！唔知我今年咩顏色旺我桃花呢？唔知我嚟緊嘅運程又會係點呢？等我推介 Samsung Apps 入邊嘅龍震天馬年運程俾大家啦！喺龍震天馬年運程入面，各位除咗可以睇到自己生肖嘅流年運程之外，仲會教埋你哋睇唔同嘅風水格局，例如門口向邊度應該用咩顏色嘅地氈等等。相信風水玄學嘅用家想吹運嘅話，都不妨可以試下。龍師傅嘅 Apps 咧係就係好全面啦，但係其實我都係睇過一啲舊式日曆。咁我想睇下每日有啲咩可以做，有啲咩唔可以做咁啊嘛。好在喺 Samsung Apps 入邊都可以揾到呢種舊式日曆㗎。呢個日曆 App 界面跟足上一代嘅獅子日曆設計，有大個數字顯示日期，下面仲有埋星期幾同埋農曆資料。最緊要嘅係有埋每日宜記。最好嘅係加入咗其他有用資訊，咁下就會 show 埋天氣預測，甚至日出日落時間。想叫埋班 friend 出去睇馬年第一個日出都得啦。嚟緊仲有幾日就新年假期啦，我梗係唔會就咁去拜年咁簡單啦。我年初二約咗屋企人食開年飯，年初三約咗朋友團拜鬥利是，年初四就打麻雀。你問我點解一眼就睇到咗咁多日嘅行程？因為用咗 V-Stick 日曆咯。V-Stick 日曆係一個專為香港人自設嘅日曆 App， 一開咧就可以睇到公眾假期唔再講啦，仲可以用埋唔同嘅貼紙嚟代表行程。你睇下有幾多有香港特色嘅得意圖案？喂，唔講住啦，我都差唔多夠鐘去食團年飯啦。下集翻嚟再同大家介紹下有咩 Samsung Apps 係啱拜年嘅時候玩啦。拜拜。